痛風啊痛咗3日，去醫院睇都唔見好，唉，望到呢部嘢翻啊，要變呢個托馬斯高難度迴旋啊！我操！哇，出發，中醫院覆診。當風濕雨上風，當腰骨覺得好痛，全個身又頭痛，雞心位有啲酸痛，再打返6個洞。唉，終於到啊頂！唉，好生意過超市啊！哇，係正啊真係。掛個主任醫師睇下點認衰啊？哪裡痛啊？那個膝蓋前天看完，現在左腿下面很脹。我一直有腰間盤突出，然後有痛風。從這裡側邊這裡是？對，是腰四。哦，有2嚿肌，好彩有醫保社保啫。衣服拉高，褲子拉低，放到上面熏就可以了，不要把自己衣服熏濕掉了啊。OK。唉，打邊爐咁款咧嚇，滾水自己調低火啊！癲尿啊，好蟹啊！蟹到爆啊！終於搞掂晒，係咪？12點幾就咁多人。唉，今次有啲嚴重啊！唉，睇埋呢波仲唔好，可能真係入院啊！唉，好返再見啦！嚟啦！